高雄市乌多巴的成长速度是平全国较悬，民众去乌多巴教训班上课意愿却是无悬。讲到总共今年搁再扩大这民众乌多巴教训班的补助，一个人1300块。高雄市今年搁再增加3间乌多巴教训班，总共提供1200个补助名额。骑机车爱骑直线7秒，双脚袂使踏地，这是考驾照的头一关。即马考机车驾照会当来上教训班的课程。休热进前，袂少少年人已经来报名上课，嘛顺利摕到驾照。有教练更专业的教学，然后这边还有场地，也有车可以让你练习。因为像我家就是没有机车的，对，然后可以刚好走关卡会更顺。有地方练，然后又有教练教，就比较安心，而且就是直接当场考试。公路总局推设机车教训班，希望降低机车事故。只要考机车驾照，参加教训班，一人有1300块的补助。即马高雄有将近206万台机车是6都上悬，平均1.35个人就有一台机车。上机车教训班的风气煞无北部悬。有6点钟的学科，甲10点钟的术科，就是一般的道路训练。伊规个违规会当降低32%，伊的发生车的风险会当降低20%。监理所表示，目前高雄敢若2间机车教训班，今年要增加3间。机车课程5天，费用2800块到3700块。中央补助全国有2万个名额，其中高雄有1200个。记者陈嘉文、赖伟做高雄报道。